無雪之城亦有續雪之夢。香港學子專屬滑雪成長通道就在廣州熱雪奇蹟。廣州熱雪奇蹟位於廣州花都丘，距香港僅2小時車程。7.5萬平米華南頂級室內雪場，全年恒溫零下6攝氏度，5條專業雪道覆蓋全階段，2條初級道適配零基礎入門學員，在初級道流暢滑行後，可以挑戰中級道，繼續進階可以在2條高級道挑戰黑滑或公園樂趣。從啟蒙到專業全程護航，在暑假、寒假、五一、國慶、聖誕等假期，廣州熱雪奇蹟開設冰箱寶寶少年營，吃住玩學一價全包，在家門口開啟一場冰雪蛻變之旅。專業教學團隊帶娃又帶滑，超高師生配備小班授課，從雪板操控到安全防護，循序漸進解鎖滑雪技能。生活老師全天貼心陪護，實時記錄孩子成長的點滴。星級酒店食宿配置，孩子吃的放心，住的舒心，讓家長無憂託付。上學期間，我們也有滑雪教隊等待寶貝加入，專業教練前往學校進行宣講，並從體能、反應、身體素質等多方面進行綜合性的考察，選拔優秀的學生加入滑雪教隊。我們歡迎所有熱愛冰雪運動的孩子加入這個充滿活力與成長的平台。校隊每周固定時間上課，為每位隊員提供系統化、科學化的階段性訓練，幫助孩子穩步提升運動能力、體能和團隊意識。冰雪運動不僅能鍛鍊身體，更能培養意志。期待你的孩子在這裏點燃冰雪夢想，綻放精彩。校隊學員達到一定水平，可直通廣州熱雪奇蹟競技隊，開啟專業競技之路。競技隊由全國冠軍高群教練坐鎮，帶領高水平滑雪導師團授課，打開青少年滑雪職業進階之路，提供國內外滑雪比賽交流機會，匹配參賽計劃、技能進階需求，量身定製競技訓練方案。除了在室內雪場訓練，我們在國內國外的室外頂級滑雪場開展青少年外滑營，如粉雪天堂北大湖、北京冬奧雪場崇禮雲頂、著名城區滑雪場松花湖、反季外滑勝地新西蘭等，讓國家級冠軍教練帶領孩子在室外頂級滑雪場夯實基礎，優化短板，圍繞技術精進和體能提升，開展系統性訓練，為孩子量身打造針對性訓練計劃，助力孩子快速突破瓶頸，完成進階，一路滑行，一路進階。每年我們都有競技隊學員帶着打磨已久的技術，出征全國各種滑雪賽事，從日常到外滑的實戰錘煉，再到賽場之上的專業對決，每一次轉彎，每一次衝刺，都是熱雪小將實力的見證。滑雪教會孩子的不只是速度與技巧，更是直面挑戰的勇氣，精準執行的專注和永不言棄的毅力。想解鎖南國滑雪之旅，來廣州熱雪奇蹟，讓香港少年的冰雪夢想從這裏啟航。